咁促進金魚品種不斷出現嘅力量呢，係一種新嘅金魚養殖方式——盤養，即係好似而家所用嘅魚缸啦。喺明朝嘅中後期啦，社會安定，經濟繁榮，對金魚嘅需求咧異常旺盛。用缸嚟養魚所需要嘅費用咧比較少，而且咧可以拉近人同魚之間嘅距離，方便欣賞添噶。養魚賞魚成為咗一種時尚，由皇帝到百姓都愛上咗養魚啦。就係因為盤養或者係魚缸嘅出現，改變咗金魚嘅生活環境。根據達爾文嘅進化論啦，物體嘅形態係要同自然環境相適應，先至能夠生存噶。咁喺大自然入邊生活嘅魚呢，往往魚身係比較狹長、清溜鮮瑩，咁樣可以減少喺水中嘅阻力，加快自己嘅速度。而喺盤養嘅金魚呢，活動空間縮細咗，游動緩慢，加上人工餵飼啦，食物無憂，令到金魚狹長嘅身形咧，逐漸發展成蛋圓形。由於活動減少，更加令到金魚嘅背鰭咧退化咗，最終咧發展成為金魚嘅重要種類之一——蛋種金魚。為咗適應小盤池入邊上下轉動嘅需要，掌握方向嘅尾鰭咧，反而變得闊大咗。有啲甚至佔到身體比重嘅一半以上添，尾鰭仲出現咗開裂同埋捲曲，呢個咧就係好靚嘅雙尾金魚啦。用盤或者用缸嚟養魚，仲對金魚造成進一步嘅人工干預添。嗱，好似金魚呢啲咁靚嘅尾鰭、鮮豔嘅顏色同埋圓潤嘅體態咁啦，並唔係自然環境所造成噶。唔係一個盤呢，往往只能夠容納好少對嘅金魚噶。咁將金魚啦分喺好多盤，用嚟交配產卵，可以避免混亂嘅雜交，令到特異嘅優良品種啦比較容易咁保存落嚟。咁所以盤養同飼養相比，能夠更多、更快咁出現新品種嘅金魚啦。嗱，邊啲品種嘅金魚先至係優良嘅呢？咁就要視乎賞魚人嘅審美同埋心理需要啦。佢哋開始萬中選千，千中就挑百，百裏就留一。而龍精金魚嘅出現呢，就係千挑萬選嘅好例子啦。由於活動嘅空間變細咗，慢慢咁新出生嘅金魚啦，有啲出現咗眼球略為突出嚟嘅情況，並唔係咁好睇噶。咁最初呢種魚一般都俾人淘汰咗啦。咁但係後來咧，有人發現咗兩眼顯著突出嘅金魚，呢種突出嘅眼呢，同中國傳說中龍嘅眼睛咧好似嘅。咁就係咁樣，雙眼突出嘅金魚就被認為係龍神下凡啦。咁原來被淘汰嘅突眼金魚呢，就變成咗新嘅品種龍精。經過不斷嘅選擇之後，金魚終於喺魚缸入邊完成咗佢美麗嘅蛻變啦。金魚嘅變異咧，其實係好唔穩定噶，要把握金魚嘅生長、繁殖過程中嘅變化咧，好困難。喺魚缸入邊游動嘅小魚，最終會變成咩樣咧？真係難以琢磨噶。但係呢個正正係金魚最吸引人嘅地方，佢美麗而神秘莫測，充滿咗變化。咁隨住現代科學技術同埋遺傳學嘅進一步發展，咁對金魚嘅各種變異有咗更系統嘅認識。嗱，呢條以身長15.7寸打入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嘅紅獅頭金魚，係由港人陳氏兄弟喺東莞開設嘅養魚場所培育出嚟噶。咁陳氏兄弟咧，仲幫呢條大金魚改咗個名，叫做 Bruce， 即係李小龍嘅英文名，希望能夠將養金魚嘅技術弘揚海外。佢哋仲透露，培育出大金魚嘅秘訣就係，好似挑選運動員嚟培訓咁，必須喺佢哋仲係 BB 仔嘅時候就要精選培育。嗱，除咗一日3餐咧要食足之外，仲要為佢哋設計一啲運動，加速佢哋嘅新陳代謝添。
喺香港有唔少人養金魚，視金魚為寵物，經常可以見到旺角嘅通菜街，又名金魚街，人頭湧湧。而金魚街嘅前身呢，叫做天光墟，而家每日清晨時分，仲有大批攞住一袋袋金魚嘅魚販喺度擺檔噶，咁直到太陽出嚟呢，佢哋先離開，保持住一貫嘅傳統。不過現時嘅金魚街呢，已經成為咗一條寵物街啦。咁除咗金魚或者係各項水族器材嘅商鋪之外，仲有其他唔同動物嘅寵物店。相信唔少人都中意買玩具俾啲寵物玩下，又或者係訓練屋企嘅貓貓狗狗噶。咁但係訓練金魚，你有聽過未呢？喺美國就有一個人設計咗一套好新穎嘅玩具嚟到訓練佢屋企嘅金魚，仲做出好多高難度嘅動作，好似水中奧運會咁噶。嗱，呢條3歲大嘅金魚呢，佢嘅名就叫做科密特，長10厘米，咁對低槓、足球、欖球、穿環、鬥雪糕筒同埋過隧道等呢啲運動項目真係樣樣都精通。佢嘅主人呢，足足用咗2年嘅時間嚟訓練，先至有今日嘅成績噶，證明咗金魚呢都係好聰明噶。了解其中嘅規律，咁大家呢就可以有目的咁對金魚呢進行定向嘅培育啦。咁等金魚達到理想嘅體態或者係顏色，從古至今，各式各樣嘅金魚品種培育出嚟，係中國人對美好嘅寄託同埋追求，體現住濃郁嘅中國傳統文化。紅色係中國人最中意嘅顏色之一，代表住吉祥同埋熱情。12紅點綴喺金魚嘅頭尾、背鰭等處，啱啱好咧係12點。一年咧有12個月，12點紅金魚咧就係代表住一年每一個月都係紅紅火火噶。嗱，呢條鶴頂紅金魚咧就象徵住鴻運當頭啦。嗱，意思就係咧好嘅運氣已經降臨到頭頂。另外啦，佢銀白色嘅身就好似一隻仙鶴咁，仙鶴咧喺中國傳統文化入邊象徵住長壽噶。嗱，呢條喜鵲花金魚咧亦都係傳統名品嚟噶，黑色為主嘅身體，個肚咧就係白雪雪噶，就好似一隻喜鵲咁。咁中國古人就認為咧喜鵲係一種報喜鳥。嗱，呢條熊貓金魚咧係近年嘅新寵嚟噶，佢圓碌碌嘅身，眼圈啦同埋尾鰭都係黑色噶，係咪特別似中國嘅國寶大熊貓呢？佢就係啲人選擇黑白兩色嘅個體，經過長期培育出嚟嘅新品種啦。金魚育種，它應該說是我們中國人對世界的一大貢獻吧。它的起源在我們杭州。那麼像如果我們還要把這個中國的這個傳統的文化，應該說金魚也是我們中國的很好的一個傳統文化，要傳承下去，要繼續發揚光大的話呢，我覺得還是需要我們各個方面來努力做這些事情。金魚同茶葉一樣，被譽為係中國文化嘅遺產之一。喺眾多古代詩歌同埋畫作中，我哋都可以睇到金魚搖曳嘅身影。如今呢種技術更加係現代科學嘅支援下，無限咁發展落去。金魚由誕生開始就已經被中國古人賦予吉祥美好嘅寓意。咁到咗今時今日，金魚咁靚嘅形象已經傳遍去全世界啦。金魚唔單止顯示咗中國古人喺物種改造上嘅智慧，咁仲帶有濃厚嘅中國傳統文化韻味。呢一份咁靚嘅禮物係中國古人留俾全世界噶。喺中國，皇帝係至高無上噶，代表龍的化身。皇帝着嘅衫咧稱為龍袍。你又知唔知道龍袍係點樣做出嚟嘅呢？要知道穿越1500年、飛升世界嘅中國雲錦傳奇故事，請收睇下一集《絕世龍袍》。